就指着我来了。猫咪，再来一根。我吃吧。还有呢，你一只吗？你一直在这里吃啊？给你来一根吧。还有一天呢，吃的那么爽。来，过来，猫咪。有一只呢，有一只呢，有呢。田也有很多人喂的，不止我一个人喂。看这里田也有放猫粮、放水，这边还有放。这些猫它实在是跑出来的，不喜欢回家的，也算热闹猫了。这里跳找到一只猫咪呢，黑色的猫。是呀，白色没看见。是绝育应该都绝了的，应该是母猫。母猫是，超可爱的黑色的，都2个多月吧，2个眼睛都是眼睛超亮，超级亮。快吃，又没有了。白色的，这个很大，这长毛就很大了。